我要拼，我一定爱拼。袂用的，咱就才爱有决心讲，我袂用的，我要学甲会用的。阮遇着困难，绝对袂互困难打倒，阮一定搁认真搁拍拼，搁直的。老大诶，咱戏做干尼吼，啊像你较早咧做戏，下班互阮感觉讲有阮欺负过，有感觉受到啥物委屈？迄当然嘛有，迄较早吼来伫电视的时阵吼，因为戏班拄啊没落的时阵，电视当伫咧兴旺吼，大家拢走来电视，若较大牌的演员吼，拢伫电视。咱迄阵啊伫咧遐吼，就是安尼，囡仔尔嘛，我迄阵啊差不多21岁啊，哪有人着咱做，拢嘛是做老爷吼，外口有人要烧菜，也是小姐。老爷叫你去，拢是做迄个。一句两句的迄啦。嘿啦，做迄个。若无就出去互刣死的啦，对啊。较早吼，若公演是安尼，人山人海拢客满。迄导演吼，伊即马到位吼，就讲，查甫的画查甫的，查某的画查某的，拢做活戏。伪装啦，嘿啦，就伪装，画好，都要煞戏啊，拢无着你做啊，我就问讲。导演啊，我做啥？等咧，安尼。即马等啊，我煞无啊嘛，无啊，就去卸妆，搁第2工，伊嘛是搁叫你讲化妆，讲导演我做啥？伊讲化妆就是啦，就化妆，嘛是搁踮遐坐咧安尼一直等啊，去边仔看戏啊，一直等，哇，搁煞戏啊，搁无做啊。吼，迄阵啊心肝着足艰苦的，你知影？就讲安尼导演无你讲莫互我做就好啊嘛，莫叫人化妆。第3工搁化妆，紧啦，黄金紧去穿衫，出去吼，出台尔，连讲一句话都无啊，就一个兵出来就甲你刣死，就倒落，搁互人踩过去。吼，迄个阵啊吼，你敢知影？迄心肝吼，安尼阵啊骂来吼，我落台吼，全一直哭吼，无法度嘛，咱迄阵啊足小叫的要，拢啥项拢爱啉来，我着迄阵啊着家己讲好，有一工吼，我一定要认真来做，做到互人会看着我讲哦。迄个就是王金英安尼，人就是爱有志气嘛，有志气就会种志。你敢有即个情形？我是入去艺校的时阵吼，我是无你即个情形，无讲有欺负过安尼啦。但是吼，我拢伫边仔咧看人跳舞，我拢一直感觉讲，我若袂当上迄个舞台安尼吼，逐工拢会伫咧边仔安尼家己拄仔哭，拄仔哭讲我当时才会当上舞台安尼。就家己偷偷去化妆，化好安尼。等人讲老人安怎，要叫我紧去安尼。像食着化妆化便便去等安尼。等人破病。嘿，拢等人破病，就临时老师紧甲我扶出去安尼。就是讲哦，这就是讲哦，功夫就是要互迄有准备的人嘛。对啊。你甲我细汉共款，我6岁的时阵，就是拢伫拍鼓边仔遐咧看戏嘛，看甲安尼讲。就是像你安尼，我足爱演的，讲迄若我演毋知偌好。有一工就是迄个阿姨破病啊，就互我撞着啊。对啊，我嘛是拢徛喺迄个文武病的边仔咧看戏啊。都找无人通做啊，伊就我讲，迄台词甲歌我拢会晓的。嘿啊，我甲你共款安尼啊。我妈妈唱啊哭调，我都通唱。嘿啊，我就讲，互我做好无？这就讲，迄6岁尔，要安怎做一个夫人啊？我讲。啦，我会晓做。伊讲你唱我听，就叫艺员来就讲佫真是会晓唱啊！我是拢，阮妈妈拢毋互我出去做的，我拢偷走出去走义军啊，走哭走来就入去，赶紧转来，拢毋敢互阮妈妈看到。阮爸爸妈妈爱做戏啊，拢是爱带小弟小妹去佚佗啊，转来爱洗衫啊，拢是安尼咧过日。细汉甲大汉安尼，即个时间差不多6、7岁啊，甲10几岁啊，迄个时间，我拢感觉我毋知咧过啥物日子，
敢若6、7、8就是佚佗啦，无就带囡仔。还细汉的时阵嘛。佫无通读书啊，佫拢爱带弟弟妹妹去学校看人读书，徛咧窗仔门安尼看，足欣赏的。我甲你无共款，我是吼无想要读书。哦，我足爱读的。你足爱读，我是吼，因为妈妈的关系啦，阮妈妈嘛毋捌字啦吼。我细汉差不多2、3岁，就跟阮姐姐去戏班嘛。阮大妈妈吼，阮爸爸有带2个某嘛，阮大妈妈就捌字嘛吼，伊就来戏班，甲阮妈妈讲，囡仔无读书毋好，妈妈就毋甘，互我倒来装脚嘛，就讲读个书要创啥？读个书后摆嘛是无路用吼，踮遮有功夫较好，我就怎啊无读，毋捌歹着书包，甲伊共款嘛。伊是新鲜人，我是讲会当对妈妈的身躯边，对姐姐边仔有饭通食就好啊。安尼也是好啦，无定着讲我书捌足济啊，我做甲教授啊，做甲啥，我毋是行即道，无人捌我是小明。是啊是啊。我较早伫咧河路做天无员嘛吼，有人批评我，讲伊做歌戏唱歌无歌戏味。我迄阵就知影河路走到第3村尔嘛。我的迄个唱歌较早是唱流行歌的嘛，就是较无迄个歌戏味。我捌千年听着，但是我袂发脾气，我会会唱倒转来，感觉讲，咱即要进入即个歌戏，咱着爱搁深入研究歌戏，去收集一寡讲人安怎唱，安怎押韵，安怎发音。咱迄阵无，咱已经上九啊，哪有搁有老师咧甲咱指导？咱爱家己去研究，比如我较早会出声一定有准喉嘛，阮个流行歌嘛比如一定有准音嘛，所以即摆唱咱的歌戏袂使一日就安尼准音，一定爱家己教好准，安尼尾下才准音，就是爱安尼去研究，研究人安怎唱安怎唱，好听甲扣起来，安尼，遐扣，就五路扣来，就有味道。做对手戏会甲伊讲啥物即搭吼安怎一个，他都能接受，他真好斗阵咧。伊只是吼较新妇仔型，较新妇仔型就是吼，伊拢无爱甲人打交道。平常伊真罕咧甲人讲话吼，伊安尼敢若哑巴咧，拢举一块椅仔。我拢是点点仔咧看，点点仔咧扣。伊拢摕安尼举一块椅仔，若无着伊的时阵，着去坐伫边仔。有人会感觉讲伊真歹斗阵，我讲毋是歹斗。我迄个时阵真正心肝永远着家己砍掉的啦。因为总比是讲入歌戏的时阵，咱毋是做主角，拢是做配角。你看一个人伫风光的时阵落落来伫迄个古井内面，你迄个心情会安怎？伊拢会常常来甲我。三少问，会主动甲来问我，比如讲来食啦，来遮坐啦。我较家暴啦。咱人就是安尼，较有甲咱招呼，咱就较好斗阵嘛比如讲，阮若出去公园我香港的朋友来伊拢会买大餐来互我食，我拢会娘来过来食，就是互相嘛。咱一个人要人对咱好，咱爱先对人好，先对人好，人才会对你好。你毋通干那想讲，伊若毋对我安尼，我哪着对伊安尼？毋好安尼。人你先互人偏袂要紧，人感觉讲人伊平常着对咱遐好，自然人就会对你好。比如讲买一个物件，你逐工买互我食，连续买3工我袂歹势嘛，我来买一个互你食，安尼意思。大家联络久，着有一个感情，着有感情啊。即个做戏的人真巧。佫真有情，伊拢受着即个三从四德啦，忠孝节义啦，有受过遮个教育人生对戏伫咧行要安怎来友好许多人，安怎来教咱的囝安怎对厝边来好，拢是对戏剧学来。我感觉，我若人生的当中来，我也是选择我要做戏。